来看南投有一对男女朋友，因为感情的纠纷起冤家，男朋友塞车要离开，这个女朋友拍离的引擎挂不爱互走，但是男朋友无停车，就安尼，女朋友拍离的引擎挂，车驶一段距离了后，女朋友摔落涂骹，搁互车交过交死咯。啊，这个男朋友拢无落车，是加速度做伊走。警方伫3点钟来抓着人，移送法办，啊，即摆嘛已经互收押。 敢是去月面中，男朋友的乌色轿车当要离开，女朋友为厝里走出来，规个人拍伫咧引擎挂顶，要阻挡男朋友离开。不过男朋友唔插伊，直接加速，女朋友就安尼规个人拍伫咧车顶，甲车做回驶过路口。他们当下就是吵架而已啊。那他是趴在引擎盖上面这样。后来男朋友敢若是加速，提示女朋友摔伫涂骹，互车拖行到过。女朋友规身躯真侪骨折，不过男朋友无落车来看，直接开车逃走。32岁王氏女朋友送医了后，重伤不治。啊，那43岁王氏男朋友走去台中市区，3点钟来就互警方逮捕。涉案的轿车底盘，还有女朋友破去的衫甲头毛。王显驾驶自小客车欲离去，无女冲到车前并趴附于引擎盖上处置。王显未理会并加速驶离，导致无女摔落，遭拖行碾压。双方敢若是感情纠纷，男朋友开车甲女朋友搞死，家属知影消息是真伤心，老母唔甘查某囝遮尔少年就安尼无去。 可爱啊，我伊人，我讲请你来，互伊一个公平啊！家属透露，女朋友有2段婚姻，甲头一个翁婿有4个囡仔，啊那今仔第2个翁婿知影伊头家家啊，无法度接受。他因为一时没办法接受，然后精神崩溃，然后他的妈妈叫不醒，然后就送医院了。问的是安怎？我嘛唔知，我即摆无闲，我要搁出门去。啊那嫌怀老爸对后生伫咧外口做啥物代志，讲完全唔知影，因为女朋友的感情关系复杂，家属一直到事发了后才知影伊有第2段婚姻，嘛唔知影伊个交男朋友。目前警方搁在查清规个事件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